对啊，这是我的田啊。对，这是我的田，对，没错。有没有声音？这好像听不太到，中间那边比较明显，众生的声音，虫鸣的声音。对。其实草是所有的根本。如果你要做自然农法，如果没有办法忍受草的话，其他都不用谈。你看，这里有小蜘蛛在爬，都是这种小蜘蛛结的网啊。有没有？这里有一只瓢虫，有没有？这个瓢虫好漂亮，这个应该是7星瓢虫，5、6、7，对，7个点，7星瓢虫。土啊，泥土的香味啊，真的是有香味耶。对啊，泥土的香气，有香味。你看那边，蜜蜂进进出出，石头缝里面，有没有？那里面其实有一只蜜蜂的巢。以前就是这种想法。把果园里面就搞得像无菌室，时间到了就喷药，菌就把它压下去，然后只要虫来了就把草除干净，然后喷虫的药这样子，把虫都杀光光这样子。不知道我觉得眼中不能只有赚钱，只有田字，只有果实。不知道我觉得是分享吧，对啊。能够分享一些给其他的生物也不错，那种感觉，对啊。20外工喷一摆药袂使。好。20外工喷一盖药啊，佫袂使，佫会着病啊。系啊，你看要收。啊，你是爱偌久喷一盖才会使？伊讲10工啊。10工？谁讲的？迄农药店讲的啊。农药店哦。系啊。哦。讲10工就要喷一盖，啊有人讲1礼拜要收要哪要济。1礼拜你是甲？要互药啊头死啊。你甲食摕？我无摕肥啊。明仔你甲食，甲摕农药。啊，我拢无摕农药啊。哎好，安尼袂使。袂使哦。我老安尼，这无效啦。这免加啦。这免加。你着拉一支，远一支就好啊，拉济啥？哦，安尼啊。哎，拉济啥？回来我过是花创这了的。安尼啊。远一支就好，安尼一支就好。阿妈免加话。是哦。拉济啥？哎呦，怎样会了死哦？是吼。啊，我无怎样，我就袂了啊。那袂了，我收拾得了。哦，安尼哦。你要拉济啦，你听话啦，拉济啥？
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了解啦，你给了你会讲。啊，好，听到好办啦。对啊，他的比你好，他讲话就可以大声了。无农药、无肥料的第2年哦，第2年走一半了嘛。赌赌看吧。对啊，当一次傻瓜嘛，对吧？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。现在就在当了嘛。杀菌呢？哦，有那个甲斑病、炭秭病，啊，都用这药啊，甲洗，啊，伊就袂啊。差不多20天1个月喷一摆。啊，它自然农法全部都没有打，劝它也没用啊。嘛是足侪年轻人有转来啊，因参老爸做的啊，嘛是老爸讲安怎做就安怎做，啊，伊就较特别啦。好啦，试看卖啊咧。少年人嘛，对不？我爸在这边算是以田氏起家的人。3年前那一年，我跟我爸都丰收，也就是那一年喷那个杀虫剂，2个父子同时中毒在那边躺的。对，也就是那一年，其实那一年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量已经出来了，可是却把自己的身体搞成这样。对啊，而不是只搞成我自己的身体，而我爸的身体也都搞成这样。对啊，那钱是赚到了没有错，可是把身体搞坏了，我们有没有必要这样做？然后才慢慢的开始去接触所谓的自然农法的一些操作的。以前不曾说梅雨期可以下这么大的雨吗？这几年来的暴雨的机会都比较高，所以地球气候的变迁真的是蛮大的。清水路啊，让那个水不会积在园子里面积太久，不然就会进水进太久啊。进水进太久，日子的落果机会就会比较大。清一点水路给它走了。田氏是属于单维结果。也就是说，它的果实在树上其实不需要授粉，它就会多果实。对啊，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生理落果。所谓生理落果的时间，就是大概在每年梅雨季的时候，那雨水忽然很多啊，或者是一连串的阴雨，都有可能造成它落果的情形。那落果通常天气是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哎呀，能缸俩，下那么多雨，水出太饱了啦。啊，雨还不停，它又一直落，没想到啊，没拄到啊。像我有正气啊来，没拄到这严重的。下大粒啊，还搁哩落。没办法，这个都是一年的心血都在这边啦。啊，今嘛个礼拜一讲风台，唔知会过来无？啊，手都冷啊，手都冷落去啊！啊。落掉去啊啦，去啊落掉去啊啦，会使定来泡茶啊啦，黑金同学，嘿，这样，我伫咧山顶啊，嘿，吼，来甲我安慰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再两个洗过来，好啦，好，再见，好。真的种田室以来，从来没有看过钓这么光的。通常没有办法很顺利着果的时候，农夫就会用钾肥下去控制果，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觉得对土地的破坏是很大的。对啊，确实也背负了比一般农夫还要多的一些损失啊。那明年会不会好起来？也不晓得，因为从来没人走过。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好转反应啊。对，通常，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啦，他是说，人在可能在生病的时候，有时候在好转的时候是会情况更恶化的，那种东西叫好转反应。那我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我的果树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反应呢？我好期待呀！我是苗栗后人的客人，23岁驻兵回来，就出去啊，开这个怪兽啦、推土机啦，足辛苦，真的要赚1块银安尼，实在是那时候那年轻的时候呢，感觉到说很困难。为什么一年当中做得很辛苦？拢无中到钱安尼啦，后来28岁来到摩天岭开垦，拄好发现讲有一期啊，我就心动啊，我就想好，转来种这一定会赚。82年，较大粒的头15两就500块，就是有这个起的机会，价钱好啊，咱袂有钱安尼，才有法度买厝啊。对无？再陪囡仔读册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你若讲要自然农法因为咱家就是湿度悬，要讲做甲真迄落，毋是讲咱唔肯去做啦，有一点困难啦。
这都是论件的，论件计酬的，就是套一袋就是7毛钱。那我的时速大概1个小时300袋，1个小时300袋，那平均一袋大概只有12秒的时间。12秒你要把它袋子抽打开，然后还要套上去，钉下去，然后你还要顺便寻找下一颗。这中间不能间断了，间断就慢了。一点，滴滴，一点。这是我的计时器，滴滴有没有听到？那是我的计时器，1个小时固定就是要300袋。但是只要上个厕所就进度落后了，喝个水你都要战战兢兢的，像在打仗一样。我的话可以套到12个小时，对，12个小时是3600袋，2500左右吧。就自己的柿子掉光了，只好套别人的来赚一点工钱，然后稍微补贴一点生活费。我也是当过老板的人，以前就不用这样子套，以前都是工人套的，现在才可以体会时间就是金钱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拼就对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我爸爸是做农夫，我阿公也是做农夫，我阿嬷也是做农夫，我也想做农夫啊。应该比去年少吧？这个用尺到2万，可能再少点。到最后跟我说，大概有1万袋吧。等到真正收成的时候，跟我说，不知道有没有30箱。我会先叫他，先听我讲，先听我讲啊，千万不要激动，先听我讲啊，对啊。那他听完之后也很算蛮难过的嘛，对啊。算蛮难过的啊！听到30箱好了，假设给你1箱再怎么贵，好不好？2000块很贵了，应该不太可能到2000，30箱2000也才6万块啊，是吧？我没算错吧？对啊，6万块哎，对啊，年收入6万块，我在想说，我第一个反应先去看我的存折。所以我要出去套袋，我要努力打拼，对啊，我要让他看到我是。不是懒惰，是我是真的很想
证明这件事情，这样子是可行的。要换的，不管它了，还是要换的，还是要换的。哎呦，还是要换的。我爸爸会希望我劝他没有，我都说那是阿志，哎呀，他就讲不听啊。对啊，就你儿子嘛，你也知道。虽然我也会担心，可是他已经这样子了，你就不忍心再说些什么，就只能这样子，就跟他说没关系啦，那我们就吃少一点啦，就少买一些这样子。对。看到没有啊？哎，这个老骨头，喂，这老骨头呢？喂。因为他是一个很活泼开朗的人，很少看到他说会有忧郁挂在脸上，所以那柿子掉得很严重的那时候呢，你有时候不经意你就会看到他眉头深锁的样子。加油加油！好了，我下不去了。然后妹妹就说：“哎，爸爸，我也会赚钱呐。”她说：“我要去什么英文演讲比赛啊，他有奖金嘛。爸爸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帮你赚。”那时候听到就觉得，哦，那个小孩子怎么那么窝心啊？真的我会心酸呢。有人说，我已经看不下去了呢。说老实话啦。假如这几年没收拾，没有关系啊，老爸也有会给他啊。这个是一点那个没有关系啊，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行就是要还俗啊，还是要还俗啊，对不对？根本这样，你每年都这样放不行啊。叫我像伊安尼，我是不可能，因为我惊到啊。哦，善惊伊，真的。之前真的没有，真的会怕。4个人要4个小孩子要吃饭要读书。钱不是万能的啦，但是无钱嘛是万万不能。因为我们已经做了30几年了啦，什么那个都有看过了。哎呀，不要那么固执啦，卖要过紧的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多赚一点钱，小孩子也要生活啊。就是这样，我会被骂死的原因是这样，懒惰的农夫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吃饭的时候都会讲一下这样子，然后跟我讲要还俗的事情，好还俗啊，该给他吃肥了，该给他喷药了，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件事情。对，吃饭的时候都希望有电话赶快进来的。哎，反正我接一下电话，啊，酸的都走。嘿，是安尼。对啊，1、2年来讲，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了。每一颗都不能放过。去年4万袋，今年只是少一个0而已，产量超低的。怎么没有看到袋子？哦，被亏的真是太严重了。有机嘛，有机啊！被阿凤亏了，真是的。
一直笑我嘛，阿红。又捡到一颗喽！很多人都问我说：“啊，谷底到了吗？”我现在目前看，柿子是少了啦，但是如果柿子树还活着的话，都一切还有希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不要一颗一颗死掉了，拜托你们都不要死，好好的给我活着就好了。好不好？对，活着就有希望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死。这个是 Google 的街景车啊。对啊，他就从这边过，然后我就刚好站在那里，我想说奇怪，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什么车顶上面有装那个这样？会在这里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有反应车一整台，有没有？这大概是3年前的，3年前的样子。要想些什么啊？要想些什么呢？回忆。还只能回忆而已。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告诉我们说：“哎，拿以前的那个也是照片，曾经我们也是，有12A、13A、14、15A 的。然后他是因为你种久了，有时候会对自己好像是没有这个能力，会质疑呀。”会质疑说，自己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来种植？我们比较幸运是还可以躲在他后面，可是他是什么事情都要出来面对的，所以相对他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肿瘤病造成的枝枯啊。那这长相很像葡萄干，这可以吃吗？不行啊。我尝尝看啊，可以吗？酸。我早就尝过了。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那个农药从业人员的训练班里面重逢的啦。对，那就因为农药而结识，然后因为痛恨农药而继续联络，这样。对。因缘际会之下，又接触到所谓的什么自然农法，然后才想说，这种可能是一个方式，所以我现在不能成家。就是这个原因是吧？我只能养活自己。我们最近很常到这里来做，这已经是这个礼拜的第3次。我们都在聊如何够巴到这件代志，这件代志。没有成绩，什么都不用讲啊，反正你没有收成，你就站不住脚。啊，我这边也是一样啊。伊讲以后卖叫我老爸。
无看过木村那本啊。断绝父子关系了。有可能是会搞到那样子。啊，你，买什么肥来了？面子快要挂不住了。走一步算一步，那不都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？就是怕你的船先沉。会，船会飘着。他们就是对我来说还蛮有帮助，在心理上可以调试一点。对啊，如果说没有他们陪伴，真的这条路真的有时候很难走。园子里的工作就比较少了啊，所以就搞一些有的没的事。这我想要改名，可是搞到后面是争霸比较积极。不是，因为他要盖，啊，我要配合他。我也好奇啊，想要玩。这是争霸的新玩具。直的也没关系，拍直的对。有了，跳舞。我都不会耶。跳舞。有时候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身上。这样，怕了。弄一个窑给争霸去盖，可以让他，把时间浪费在这个地方，就不会去找人家泡茶聊一些肥料怎么用、农药怎么用，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很显然的，这个已经达到效果了，对。卖差不多了，不要理他。好像佛法说不要理他，别理他就好了，高兴就好了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愿。自己会表演。你要讲咁大？卖公司要帮忙，要帮忙大。拢无明仔来。来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如果一般孩子这样做，应该是一直骂、一直讲的。啊，能看到他们两个也跟我们是阿志的朋友能这么开心在一起聊，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来讲已经很不简单的父母亲了。你说如果是我自己的做很好的事业，我儿子来接他，不知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怎么能接受他这样做呢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他们两个父母亲已经算是很优秀的父母亲了，很难得了。准备上工喽！我很痛恨喷药，但是我还是会帮我爸喷药，对不对？我不除草，对啊，我还是会帮我爸除草。
因为帮他减少接触农药的频率，那我觉得这就已经身体健康就有帮助了。对啊，就尽量让他减少接触农药的频率。我安尼喷有焦到无？会使啦吼。还可以啦。会走伤紧无？袂啦。啊？袂啦。啊，安尼我甲你斗喷药，安尼甲以前安尼咱两边安尼拼安尼来讲，感觉差足济。差足济啊！感觉迄时阵会足忝的。忝哦。嗯。嘛是还好呢。啊，毋过若你所存吼，哦，安尼。拼甲足快乐的。嘿，贴甲规堆袂输哪山咧。有时候一天一台，给他载走80几件、100件呢。可是，那时候不是很高兴吗？可是农药中毒一起去医院躺也是那一年。啊，那一年只有一次而已啊！你不要说没有人中。你在那边躺的时候，你都没有感觉吗？不会啦。我们2个都躺在旁边。以后就注意就好。躺在隔壁而已呢，那一人躺一床。没关系啦。那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啦。哦哟，我都觉得这样很恐怖了。哎呀，你觉得没关系？人家1年都好几次都没有过，那个我们只有1次而已，你说是？1年好几次是怎样？1年中毒好几次啊？对啊。那这样呢，他们还继续喷哦？对啊，没有怎么办？那他们这样也喷得很快乐？对啊，也是很快乐啊。是哦。安尼你感觉？你无感觉讲专车来甲你载，2个安尼一台满100几件，哦，真的是很好。哦，这样。哎呀，你就无感觉，我哪知？你毋知你感觉啥货啊？所以你感觉的快乐就是爱修行啊。啊，当然的咯。爱有成就感的对吧？没有钱就万万不灵，你无听妈妈你讲。是啊。哎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，没办法。世界怎样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这个时机啦，就是爱喷料啦。这里1甲7嘞，你认真喷药，老实施肥，可以套个8、9万袋应该没有问题了。以我的技术 ，OK 的。没有了。无农药无肥料的第2年。对啊，就收3000袋左右而已。我一直跟你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我看钱，我就不会走到这里来的。决定去做很困难，但是做了之后，要决定放弃更困难。对啊，所以，不知道，就是在看了。我是一直很想再观察下去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点时间。
较水点，比较水。你要食我嘛？请你食。还有个我唔得。啊！这是自然农法呀。卖狗狗唔敢食。这不敢不然，嘿，特别好食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让你请你食无？特别甜。要不你今晚加一嘴。啊，买啦。嘿。有影好食着。真的哦。唔知。那个可以大口大口的放心吃，比尔达亚还清新自然。那个味道就是比较有素质的味道的，就是啦，就是安尼啦。怎么形容？好吃了，不假啊。再吃一口。对，这才是我喜欢的味道，完全无添加，但也没有收成。期待将来会更好，加油，你们 hold 得住的。所谓的蜻蜓，就是真实的反映土壤里面的味道。再吃一口。以前我们全喷的时候，一年大概要12次，从展叶开始就喷了哦。那我爸那边因为我的影响，喷药的量已经减少成以前的1/2，所以争霸的部分是虫害很严重。之前是介壳虫嘛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介壳虫，现在到后期的时候介壳虫就比较没有，现在就变成过蝇。果实蝇的幼虫，果实蝇的幼虫在这边蠕动着，看到吗？虫要溜下去了，这样很恶心哎！你看果实蝇。没打药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对啊，他一直讲啊，我也心里想说，好啊，试看看啦，还是要试啊，对不对？会啊，说真的，可惜哈。真正若是要安尼做，是爱忍着损失一点啦。要照喷，不要给他知道就好。够满有影。嘿，今年好坏哦。当然是安尼。来，我会知道，我天天都在这里。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对啊，你的东西你喷药下去，你就跟一般人都一样啊。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卖？争霸其实也很有心嘛，农药已经减半了嘛，我们就帮他卖。对，然后那天争霸才在高兴，我不知道他暗算什么，那个投影单印出来比他身高还高，哎，
得意，你不知道得意哦。你真棒！你要听话，我会跟他讲啊。部落格上面大家会买也是，只是因为你真的肯付出你的心力，而且更愿意接受这样子落果的损失。对啊，看你这样子，实在大家也心里想说要支持一下。追求无农药、想要买无农药的消费者非常多的，你的东西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即使卖相再不好，但是还是很受欢迎。但是你就是种不出来，你就是种不出来。然后目前为止至少2年了，是还没有什么进展。不过不晓得第3年会怎么样，还是要期待一下。每年爸爸也是说，哦，我没你的，后来发现，明年的时候就会期待明年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觉得生活也是蛮有好玩的一面呐。对，因为你都有明年可以期待。我们很喜欢说它有成果出来了，期待有那个一天。就再试个几年吧，要先失败个几年，累积经验吧，我想。